爱台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顺遂。咱继续呢来顶一集的千金铺。咱讲到第8章祭拜用品的名称。好，咱就将未讲了这段落，咱个来个继续落。葡萄干、红柑、福圆、红油桃、五秀、蜜饯、甲蜜桃。这两句咧讲啥呢？就是讲因祭拜的这个贡品有葡萄干、有红柑、有福圆。福圆呢，就是咱一般所讲叫灵应，有人讲灵应。这目前呢，伫地方的腔内底有讲灵应，有讲应应。葡萄干、红柑、福圆、红油桃。咱过去有一个讲叫素食糖啦，素食糖叫冬瓜糖啦、冰糖啦、福圆啦、吉饼吉饼，所以福圆属于呢素食糖内底其中一项过来呢，五秀、蜜饯、甲蜜桃。五秀大家可能稍较无啦五秀是啥物呢？就是做迄款糖塔就讲做圆圆的有5种五秀桃啦。这个秀嘛有人写呢，作秀气迄个秀秀咱遮呢课本是写祝寿的寿，就是讲各有祭拜呢五秀的糖塔甲蜜饯咸酸甜啦甲蜜桃。好，这种祭拜用品啦过来红菇、红柑、包杏着假母。哇，这个讲啥呢？红菇大家拢知啦这免解说。红柑呢，这等下较讲过来包过来呢，这个杏就是啥物呢？就是咱讲米糊迄类的啦，米糊。爱遮讲来讲，不管是红菇、红柑甲包杏着假母，就是讲爱用这个假母假母华语来讲叫酵母啦咱讲发酵一般会讲发酵，但是袂晓讲发酵第一个发酵就讲这几项呢，哪咧用的时候拢爱这个假母。好咱来解决讲什么叫红柑？红柑甲红菇有啥物差别？其实拢完全相共拢完全相共，拢由这个弧形的模印出来。来有这个表面是红色的这个叫做红菇。红柑呢就足简单的，就是呢，就是无的无的叫红柑啦。所以咱台湾的俗语有一句话讲来讲，有菇唔食柑，若无菇咧柑也好柑也好，讲无鱼的虾嘛好的意思啦所以这句话就会当了解讲什么叫红菇甲红柑啦红菇就是有红菇包豆啦红柑呢就是无啦，较无滋味啦，较歹食啦所以咱唔知讲有菇唔食柑，无菇咧柑也好，柑嘛好。来最后讲来讲烧金。公园就拍落烧金人讲的就是祭拜神明烧金纸钱啦叫烧金。公园老实讲的这尾这句呢其实是完全有特别押韵的所以你像感觉足动作的烧金讲祭拜神明呢，这个烧金纸钱过来公园，什么公园？先来解决这句公园就是咱一般来讲的怎么用今仔来讲呢，就是寄付啦还是捐款啦，还是递现金啦。咱一般来庙来讲，讲递现金递现金无看意思啦所以什么叫公园就拍落什么意思？就是讲拍落个公开通知信徒来递现金来捐钱来捐钱，也来讲因为可能要做节啦，还是呢神明呢要作寿啦爱办闹热办戏闹热啦无钱无钱就大家来加减来递现金看300、500、1000拢 OK 拢会使好这全部呢都是第8章祭拜用品名称的一个段落。最后呢，我阁将今日讲的我甲念一下葡萄干、红柑、福圆、红油桃、五秀、蜜饯甲蜜桃、红菇、红柑、包杏着假母、烧金、公园着拍落，这完全拢这个好，时间的关系，咱到这。期待再相会。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党风正教授主讲，党牛收录，多谢收听。